出来了，你还在这里炫？快点告诉我，我的真心人到底是谁？天机不可泄露。那，这可是你逼我的啊！三味真火里我都练过，这小火苗没用的。千年玄冰也冻不住我。哼！大冷热交替，你可要照顾好你自己了。好了好了，我说，谁能把我从剑鞘里拔出来，谁就是你的真心人。方法都告诉你了。来。喂，方法都告诉你了，你要干嘛呀？去找我的真心人喽。跟我走。我不要你。孙悟空，你触犯天条却不知悔改，你利用金蝉子心善加以欺骗。我本有心助你改邪归正，但没想到已经如此冥顽不灵。你们这些佛啊禅啊，能不能说点人话？不要老是唧唧歪歪，唧唧歪歪，跟个苍蝇一样。要么你们就找个厉害的出来跟我干一下，要么就立马滚回你们的天庭，别再来烦我。孙悟空，我佛慈悲，若你肯一心向善，我愿给你一条生路；若你执迷不悟，胡作非为，叫你不要唧唧歪歪，你听不懂啊！孙悟空，我再给你1日时间，若你仍坚持如此，我便做那个应战之人。你若赢了，我定教玉帝让位于你；你若输了，灰飞烟灭，永世不成。孙悟空，这一共就2个人，你不用每句话开头都要叫我。好，明天见。就为了这么个玩意儿，费这么半天劲儿。哎呀，这个不是破玩意儿，这是能找到我真心人的宝剑。一把剑而已，怎么找真心人啊？就是糊弄你们这样的小女孩。哼，紫青宝剑告诉我，能拔出这把剑的人就是我的。真心人。情人离去，永远不回来。那好吧，等我办完事儿了，我就一起陪你去找真心人。你这是？男人的事儿，女人少管。那等你忙完了，去清明湖找我。等你啊！我等你。
元大圣这个名号。孙悟空，我等你很久了，我今天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听说你猖狂粗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吗？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赶紧让玉帝老儿把位置给我让出来。你这猴精，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我本领大不去，懒得跟你讲。眼见而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的筋斗云翻得很远，我不信。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哎，且慢，我们打个赌。如果你一个筋斗云能翻出我的手掌心，我就让玉帝搬走，你去天宫里住。要是翻不出，就要接受天罚，你敢不敢赌？好啊，说话算数。不过，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做的。行，不许反。一言为定。老头儿，你可看好了，俺老孙走了。天尽头也不过如此，放了5根大破柱子，也不知道是干什么，还没有花果山的竹子好看。老头儿，我这一去一回也没有多久，你看起来老了不少。我已经到了天尽头了，赶紧让玉帝老儿让出位置。孙悟空，你所谓的天尽头，可惜只不过是我的手指头。有2下子，咱们认真比一下。孙悟空，我们定下规矩，愿赌服输，一记失败就当飞灰烟灭，永世不得超生。
谁叫我天下无双？乾坤大化又怎样？就算是地下天亮，谁能阻挡？无形山压住锋芒，金刚拳收服了狂，我依然还是最强，电视火光，一路行者不降。手下留好啊！不要！金蝉子，你干什么？走开！不走啊！呀，佛祖啊，这个呢，就是你不对了。为什么呢？虽然说他想要做玉皇大帝，但是他不是还没做吗？这只是他的一个构想而已呀。你又没有证据证明他一定会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不如这样啊，你等他真的做了玉皇大帝之后，你再罚他也不迟啊。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哎，金蝉子，你始终都是如此心软。也罢，这也是你们的一段缘分。究竟如何处置，你自己与玉帝商量吧。阿弥陀佛。哎呀，你不要用这种态度来对我啊！我是来帮你的。虽然呢，我暂时从如来佛祖的手里把你拿了下来，但是啊，这不是长久之计，不如你还是跟我回去见玉帝，跟他好好聊一聊啊，聊一聊。聊我什么时候坐在玉皇大帝的位置上？越来越幽默了呀！不要生气啊！来，走啊，乖啊，听话啊，我不走。哎，这次真的不能由得你了，来，走了，来，走了。阿弥陀佛。还不快点给玉帝请安呢！本想借这个机会灭了妖猴，可是你，又是你！玉帝，你先不要生气嘛。世间众生都可以被拯救的，孙悟空也一样。其实都怪我，因为我没有感化得了他，所以呢，他才陷入了现在这般的境地。感化孙悟空呢，是我的任务，也是我的责任。现在人间呀，受魔界所乱，我愿意下凡取得真经，造福人间。你凭什么下凡取经？就你这样的，下凡走不了3里路，就又可以重新投胎了。我不怕。我有孙悟空，他本事很大的，他会保护我。给我死远点！玉帝，取经路上一路艰难险阻，相信一定可以度化孙悟空的。金蝉子所言，字字发自肺腑，一片苦心，令人感动。我认为应该再给这个猴子一次机会，毕竟他才日月精华，从石头里蹦出来，从小没有父母的教导，难免步入歧途。今天既然有人主动承担起教化他的责任，这是好事。好吧，既然众卿家都同意，那朕就再给他一次机会。毕竟，给别人机会，就是给自己机会。来人！带他2人下去，下凡投胎。是。阿弥陀佛。
启禀玉帝，妖猴孙悟空引发的乱局已经平定，众天兵天将也纷纷在做心理疏导，以增强他们继续捉拿妖怪的信心。如今就只差您亲自登记天书，以记录金蝉子和孙悟空下凡的日期。是急是急，快给朕呈上天书。是。玉帝，菩提老祖知道您在寿宴上被那妖猴扫了兴，特意为您自制了一封心墨，为您宽心。菩提果然有心。他也是希望您能偶尔扫扫他身上的晦气。据说他现在喝酒都能误喝成泻药。世间万物有因果，朕知道了，找个时间替他加些运气就是了。不过，我要先把这个孙悟空给处置。哼！怎么回事？玉帝，怎么了？没事，没事。啊！糟了，晚了500年。太白金星，朕考考你，这天书之上名字下边点一个点儿，是何意啊？这个玉帝考不住下官，意思就是此人魂飞魄散，永不超生，就真的死了。你去把菩提给我找来，朕有事要跟他商量。是。世间万物有因果，也怪不得朕了。怎么会这样？各位仙家呀，朕已经尽力了，有什么好事坏事，你们就一切随缘吧。这天书落笔不得悔改，这是朕当年定下的规矩。我当年真是太糊涂了。我怎么给自己挖了这么大一个坑啊！臣叩见玉帝。你过来，看看你这方墨是怎么回事。应该是最近比较倒霉，所以在制墨汁的时候，把这个千年树胶给混在泉水之中了。现在不是你倒霉，是我倒霉呀！此话怎讲？算了算了算了，你赶快去做个占卜。朕预测最近会有些仙家遭遇不测，你提前做个防备也好啊。是。不过玉帝，刚才太白金星跟我说，您是要在我的浮萍之中加点运气，是吧？哼，不要得寸进尺。世间万物阴阳平衡，有得有失。我不再给你加点霉气就不错了。下去吧。是。不过是处置一个妖怪，何必您亲自独行？你刚才派人来说，这只妖怪为什么会被处以极刑？他冒充孙悟空，祸害人间。冒充孙悟空？他有这么大本事？本事自然不如那人，不过他本是6耳猕猴，乃4猴之一，不入10类，与孙悟空同音同相，再加上一些变化，极难识破。只
是前几日孙悟空被抓，这货不知道，才弄巧成拙，被天兵天将发现捉拿。快，带朕进去看看。玉帝，您怎么亲自来了呀？玉帝，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错了，你放过我好不好？饶我一次吧，好不好，玉帝啊？新子啊，一会儿可不可以手下留情，扇得慢一点？我很怕热的，不想变成烤猴啊！也并不像啊，这是他选择的肉身。你变成猴子给玉帝大大看看。别闹了，玉帝，我千不该万不该冒充那个孙悟空啊！我不知道他当了弼马温成了神仙还这么作，还大闹天宫，那个是他，不是我。让你变就变，快点！妖猴，妖猴，快变回来！没事吧？是不是足以乱真呢？太像了，太像了。那杀吗？不。啊？不，我是说不杀不行。而且那个孙悟空欺朕太甚，这要亲自行刑。你们都下去吧。是。玉帝大人，你要干嘛呀？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啊？让我但求一次，你不要吓我嘛！温柔一点，我真的很怕疼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少废话！不要啊！不要啊！哎呀！一会儿你如果敢出声，我一巴掌拍死你！打扫一下吧，已经尸骨无存了。感谢玉帝不杀之恩，我本来以为这一次死定了，没想到是玉帝你亲自救我逃出升天，好想叫你一声哥哥呀！玉帝哥哥大恩大德，六儿永世难忘。你不用拍我马屁，我不是救你，我只是要跟你做个交易。什么交易？想要活命，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声声铃铛，
哎，紫霞仙子，哎呀，哎，你怎么会到我的清明湖来了？清明湖主避世雅居，躲得清闲，让人羡慕啊！哎，今天到此一定有事吧？哎，我就是跟一个朋友啊，明天约在这个地方，先到了而已。哦，看你风尘仆仆，定是连夜兼程，看来是个很重要的朋友。咱们俩就别装了呀，赶紧告诉我，是不是你心上人？这么久没见，湖主你还是这么三八？废话，不三八谁来这儿当湖主啊？哎，告诉我，但凡来这儿的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你就不要藏着掖着了，快跟我说说。哎呀，没什么小秘密，我啊就是觉得现在春色正好，风景宜人，朋友来休个假，哎，让你失望啦。看你一脸甜蜜的样子，还说不是心上人啊？啊，你看你准备的这些桌子、凳子还有花啊，水果还都是桃。那个人喜欢吃桃啊？哎呀，你别问了，你再问我走了。不问，你啊，慢慢等啊，等他来了，我自然就知道了。你的朋友没有来哦。语气太三八了，湖主。难怪你要到我的清明湖来，你是想看他的真心吧？结果别人来这儿的勇气都没有。谁说他没勇气啊？他一定是有什么事儿耽误了。我这清明湖在仙界还是有些名望的，他不可能不知道。你就不要替他开脱了。不是我替他开脱，他一定不是胆小怕事的人。那好风景有的是，你干嘛非得带他来我这儿？哎，千万别跟我说游山玩水啊！他拔出了我的紫青宝剑，哎，可是我不知道他对我是不是。是。哇，这是个大命！哎，告诉我他是谁？他在哪儿？赶紧带他来！哎，我这清明湖绝对可以帮你见证他的真心。哎呀，你就别问了，他不是没来，那可能是我想多了吧。哇，太赞了！看这个架势，一定有猛料啊！来，哎，咱们来一块进去，今天都有什么八卦？哎呦！嫦娥，这清明湖乃仙道之人度过最后劫难时流下的眼泪缔结而成，具有鉴别真心的能力。你可敢一试？敢。好，那开始吧。慢！启禀余帝，偷取月光宝盒的人是我，请您不要再为难嫦娥仙子。天蓬，你这又是何必呢？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仙子，仙子，你怎么来了？你要干嘛？我听说你回来认罪，谁让你回来的？我不是让你躲一躲吗？观音大师已经知道此事了，总要有人认罪的。再说，我们根本躲不过那么多天兵天将。可是你知道你认罪的后果是什么吗？我当然知道。总之，我已经认罪了。再说，我是真的不知道月光宝盒在哪，你不要管了。唐唐，唐唐，你听我说，这事没这么简单。一旦你入了清明湖，你一在紫青宝剑的心意就会被看穿，到时候众仙家就会知道你凡心大动。天条你懂的，你会被贬下凡间的。该受的罚，我不会躲。既然已经动了凡心，自然不怕被人知道。多谢你，你自己好好保重吧。事实经过正是如此。嫦娥仙子想要时光倒流，重酿仙酒，而我盗取了月光宝盒，却不料半路杀出个齐天大圣孙悟空，破坏了计划。齐天大圣孙悟空，难道他就是大圣啊？情人离去，永远不回来。却不料，孙悟空正被三界通缉。月光宝盒的使用，引来了观音大师。大师缉拿我等，过程中，月光宝盒遗失。臣句句属实，愿入这清明湖，以辨真心。偏旁。命运不能更改，放开，不能再相爱。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痛爱让人悲哀，在世上，命运不能更改。放开，不能再相爱。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玉帝，湖水虽然没有变色，但仍有污秽。天蓬元帅他似乎尚有隐瞒。天蓬，你为何要帮嫦娥偷盗月光宝盒？臣动了凡心，苦恋嫦娥仙子。奈何仙子对臣不理不睬，臣为了俘获仙子芳心，才出此下策，甘愿受罚。悲哀，在世上，命运玉帝，湖水清澈透底，元帅他再无隐瞒。这天庭之上，朕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天蓬，我虽然同情你，但是天条就是天条。你私动凡心，觊觎嫦娥仙子，偷盗月光宝盒，连续犯下大错，朕不得不罚。在世上，命运不能更改。放开，不能再
来人，带天蓬下去，处以极刑。不，玉帝，这都是我的错，跟他没有关系的，你不能这么对他。动手吧！等一下，紫霞，你怎么会在这儿？青明湖主是我老朋友，春色正好，我来踏青，没想到看到如此不公的一面呢。不公？哈哈，此话怎讲？玉帝只问过不问公，谈什么公平啊？天蓬连续犯下大错，哪里来的功劳？那请问，如果月光宝盒落到孙悟空的手里，会怎么样呢？答案是，虽然天蓬偷了月光宝盒，但也极力保护宝盒，免得落入孙悟空的手里。阴差阳错，不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吗？难道这不算公吗？即便依你所言，也不能功过相抵啊。当然不能，该罚还是要罚的。不过处以极刑，我看就有失公允了。你们怎么看？佛家以慈悲为怀，紫霞仙子常年侍奉如来佛祖，心中定存善念。臣觉得仙子的话也不无道理呀。也罢，天蓬，朕念你侍奉天庭多年，加之又曾舍命护宝盒，朕判你打入凡间，受轮回之苦。去吧。谢玉帝开恩。听说你要见我。多谢紫霞仙子救命之恩。哎呀，我只是说了该说的话，也没做什么。哎，你不要客气了。仙子呢，心怀善念，不计前嫌，天蓬感激不尽。你呢，可以不求回报，但是天蓬不能不报。听说你还在找那个叫大圣的。你知道大圣？当然了。再这么说，哎，我也做过神仙。就是那天那个用他自己血救我的人，你跟他叫大圣。事实上，他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果然是他。要不是他闹天宫的时候喝多了得罪了天庭，他怎么能跑到凡间和你相遇啊？哎，你们遇见的时候，他还被三界通缉呢。算起来，如果当时我把他抓住，或者把关于他的消息通报给天庭，我现在不但不会被受罚，还要受赏呢。我猜，你应该不是他的对手吧？这倒也是啊。不过再怎么说呢，他也算救过我一命。这样呢，就能看出这个大圣啊，他不是他人口中所说的妖猴，也蛮有情有义的。如果有机会能让我再遇见他，我一定报他的救命之恩。那他现在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没关系，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孙悟空，我已经满足了。就算寻遍三界，我也要找到他。照顾好自己，走了。因为仙子留步。怎么了？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明天呢，就是我要被贬下凡间的日子了，我想见见他。不试试吧？天蓬，
死去凡间，还望好自为之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等等，罪臣天蓬向嫦娥仙子谢罪。臣不该贪恋仙子美貌，大动凡心，今日被贬下凡，实属罪有应得。只是此去凡间，路途遥远，不知何日才能与仙子再次相见。还请仙子保重仙体。你这样做，是想让我更内疚吗？如果仙子觉得心中对我有愧，天蓬斗胆，可否请仙子替我了却最后一桩心愿？你说。请仙子替我斩断情丝，使我免受人世间的情爱之苦。斩断情丝，你就再也动不了情了，那不是比现在还痛苦吗？你是不是傻呀？我不傻，我做神仙这么久了，在天庭大家也都知道，我也仙中龙凤啊。此次下凡，免不了受到尘世间那些凡尘女子们的卿卿我我、唧唧歪歪啊！想起来我都好烦呐。所以还请仙子替我了却心愿。好，我成全你。無言獨坐放眼塵世外，鮮花總不做神仙，真的会快乐吗？会。那你会忘了我吗？呼海翻起愛恨，在世間難逃避命運。不會。相親竟不可接近，或我應該相信是緣分。
苦海翻起愛恨，在世間難逃避命運。你真的斩斷了他的情絲。我怎么忍心？我只是抹掉了他对我的全部记忆，希望他在人间能重遇真情。这一切都怪我，怪我动了凡心。感情是最难控制的事，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怪不得任何人。你不要太内疚了。仙子也是性情中人，你放心。从此以后，我不会再执着于紫青宝剑。希望仙子也能遇到真心相爱之人。这桥终于修好了，难道是官府良心发现了？怎么可能是官府嘛？我就说嘛，这桥坏了这么久都没人管，那这木头怎么回事？想不到竟然这是真的，想不到竟然这是真的。喂，脸谱，你知道这怎么回事？这桥已经失修多年了，在这桥上也死了不少人了。这大家都知道，因为害怕出事，山里没人住，下面的人也不敢进去。那是前几天，我进山打猎，没想到遇到了大风沙，这断桥就更加危险了。过桥的时候，我一再小心，谁知还是不小心失足掉了下去。哎，那后来呢？后来我就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桥头了。有一个人，他救了我。阿弥陀佛，施主啊，你终于醒了。这位施主啊，您就安心休养吧。既然不幸源于此桥，那我们就让不幸在这里结束。贫僧一定会把这座桥修好的，不让其他无辜的百姓再受伤害。阿弥陀佛。哎，照你这么说，救你的是个和尚啊？这个和尚还要修好这座桥？其实我也不敢相信，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等我伤好了一点，我赶紧跑过来看看情况。你们看着木头，看着桥，这不都是真的吗？连官府都办不到的事情，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做到？哎，说不定是个神仙。我可不是什么神仙。恩公，恩公，哎呀呀！感谢救命之恩！起来！小和尚，你要修这桥啊？正是啊，这个桥啊害人无数，我一定要修好它。就凭你这小身板啊？当然不止我一个人啊，我还有个徒弟啊。悟空啊，悟空！哎呀，悟空不要空蹬啊，用力呀！其实啊，那天在断桥上救你的人是他。感谢救命之恩，感谢救命之恩。空，你快看！师傅，
这个桥那么危险，咱们还是走别的地方。哎，你说什么？快去救人啊！你怎么不去啊？那么高，那么危险，你让我去，是吧？师傅，我知道，我去就行了。快去啊！乖呀，听话，快去啊！快去呀！想不到二位大师如此宅心仁厚，真是辛苦了。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个啊，对于我们出家人来说也是一种修行，对不对，悟空？师傅，我们已经走了7749，到现在还没走出五指山，咱们到底还去不去取经？当然要去啊，但是桥也是要修，乖听话，再去弄点木材来。又让我去啊？我不去，有点歪。不要摔倒啊，慢一点啊！悟空，你个死混蛋！啊，大晚上喊什么喊？回呢？来抽，别抽了啊！悟空，孙悟空，过来，过来。谁呀你？啊，那么晚了不睡觉？你让我过去，我就得过去，是不是？你以为你是玉皇大帝是不是？玉帝哥哥，哎呀，我好想你，好想你终于来看我了，哎呀！乖，哎，你不是专程来监视我的吗？哎，话别说的这么难听，我可是专门来看你的。啊，真的吗？这么好啊，这么感人啊！玉帝哥哥，我很听话，很乖的，按你的吩咐，我认那个臭和尚做师傅了。我都看到了，而且刚才我叫你悟空的时候，你立刻就醒了。看来你已经习惯了新的身份，获得新生的感觉一定很好吧？好，好个屁呀！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你知道每天耳朵边听到至少2万次“悟空”这2个字的是什么感觉吗？2万次的，这叫做生理反应啊，老大。慢慢习惯就好了。你要多想想好的一面。你看这人间，天大地大，此刻凉风习习，这不比那单房敞亮，凉快多了吗？啊！爽啊！太爽了，爽死了！你不说这个海岛，你要说到这个，我真要给你掰扯呀！玉帝先生，为什么这和你之前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呢？想要活命，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你使用孙悟空这个身份，护送一个人去西天取经。这个条件对你来说百利而无一害。首先，待遇优厚。你不用马上去死，而且还可以获得自由。我想，就凭这一点，你应该马上会答应我的条件吧？这一路去西天取经，横跨数万里，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啊！最近天庭管得严，这一项取消了。要不是任务特殊，这么好的差事，怎么可能落到你的头上？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啊！西天取经一路这么美，你就不想去看看吗？
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孙悟空了。嘿，我说的没错呀，有什么不对吗？有什么不对吗？这简直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好吗？你之前怎么跟我说的？你跟我说的时候，分明是那样的呀。没想到你也如此好色，这个叫普度众生啊，懂了吗？来，这个搞。结果就是这样的。走啦，取经呀，一路向西呀。你追我干什么？追他！尝一下，是吧？尝一下挺好吃的，你尝一下这地瓜挺好吃的，尝一下。你尝一下。看我干什么呢？是不是我长得很漂亮呢？悟空啊，你饿了就吃嘛。你是不是生气？是不是嫌得太小啊？师傅和你换啊，这个大。我知道你辛苦了，要多吃一点。喂，你有没有同情心啊？你居然还笑得出来啊！我笑了吗？你看你就是这样，总喜欢脑补太多东西。当初我哪有说的这么具体？这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哦，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故意隐瞒了关键信息，你。我隐瞒什么了？他呀！你跟我说过他是这么麻烦的人吗？不，他不是人，他是只苍蝇，整天婆婆妈妈、唧唧歪歪，打着行善的旗号多管闲事。他以为他是朝阳群众，还心疼大妈呀。还有，我头上这个箍状物体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会戴上它？为什么戴上它就摘不下来？为什么它一言不合就念紧箍咒？很疼很痛苦的好吗？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干的？那金蝉子已转世成为唐僧，孙悟空则被送至五指山。他们日后定有机缘再次结识相遇，之后就是二人的造化。玉帝又何故叹息？只是那妖猴毕竟野性难驯，我担心日后他再生出什么祸端来。玉帝是担心唐僧治不住那妖猴，这有何难？我可将这个金箍赠与唐僧，此法器见肉生根。如那猴子不听教诲，唐僧只需念诵咒语，金箍收紧，所带之人就会眼胀、头痛、脑门接裂，自然就会乖乖听话了。哦，如此甚好。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哎，不过你这个金箍还是蛮好看的，做工精细，五金绝对上乘。反正我不管啊，我呢这个事绝对不会干了，而且我也再不想见到那个人。一说他一肚子火，我这个小暴脾气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了，你这个猴子，你只有2个选择，要么生，
要么死。当然是生啊，但现在比死还难受。那可不一定。我要活，我要活！好，好。我真是太糊涂了，太久没用仙法，竟然弄反了。这下你体会到死了，死很容易，难的是生。想要活命，那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保护唐僧一路西天取经，是你唯一的救命之路。你好自为之啊！悟空啊！悟空啊！悟空！悟空啊！哎呀，悟空啊，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是不是得了梦游症？你怎么？你不舒服？哎呀，你是不是冷啊？我带了个被子过来，你不要害怕。我也很害怕，但是不要紧，有你在，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不怕了。有没有舒服一点？哎呀，你在干什么？哎！可怜的石头君。他什么都没做，就乖乖地躺在这里，就是因为你乱发脾气，所以遭遇了飞来横祸，都裂开了。师傅，从我睁开眼睛到现在，我已经对这块石头君说了81次的我错了，99次的你可吗和108次的对不起。我想他应该已经原谅我，我们还是赶紧上路吧。悟空啊！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歉意的话，就算你跟他道歉109000次也是没用的。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做错了事就要去弥补。如果石头君真的原谅你的话，他的伤口就会痊愈了。师傅，你要修补这个裂缝？正是啊，为师听说，只要有恒心的话，破镜都可以重圆，更何况是坚强的石头君。哎，这个话怎么这么熟悉呀？你说什么就是行不行？悟空啊，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你这是什么态度？为师在帮你争取石头君的原谅，你不要那么多话，赶快给师傅找3朵黄玫瑰来。我上哪儿给你找黄玫瑰啊？你个死和尚！哎，悟空，你不要骂脏话。还有，我是一个和尚，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在和尚之前加一个死字？而且你也是一个和尚，如果我是死和尚的话，那你也是死和尚。还有，黄玫瑰赶快去找，不要那么多废话。知道为什么吗？黄玫瑰的花语是对不起，你亲自去摘，亲自来送，说不定石头君就会原谅你。师傅，你的想法真的是太好了，但是我请你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四周，除了树就是草，我上哪儿给你找什么玫瑰？我不管，容易找就不对了，就是因为不容易找，才能体现出你的诚意。你的话怎么那么多？快去！一定要去！你不去我就不走。行，那我去。快去！悟空啊，不要用法术，显得没诚意啊！天蓬，私动凡心，觊觎嫦娥仙子，偷盗月光宝盒，连续犯下大错，朕不得不罚。那你会忘了我吗？不会。我要你使用孙悟空这个身份，护送一个人去西天取经。紫霞仙子啊，你在我这店里转了好久了，到底要买什么呀？奸商蜈蚣精虽然是个妖怪，但是因为倒卖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啊，所以3界都不敢动你。现在我要找个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啊？既然仙子
这么了解我，需要什么说出来听听吗？听说有一种神灯可以帮人啊寻找自己心里想要找的人，有没有这种东西啊？有，阿拉甲神灯。一听这名字就知道高大上了。原本是如来佛祖阅读经文时的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流落凡间。这神物下凡必有神迹，它是可以助你寻人的。哦，仙子，原来你是要找人啊？没有，我就是好奇。哎呀，你这到底有没有那东西？本来是没有，不过既然仙子求了我，我想尽办法也要帮你找到。明天到货来取吧。明天？虽然我已经等不及了，不过明天的话，应该还能再等一天。神物就是需要仙子这样的主人，定金500不限。500？你不愧是个奸商，你情我愿嘛。提前说好了，我来找神灯的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像我们这种买卖人，最讲究的就是规矩。不错啊。青霞仙子，您怎么也来了？为什么要用野？你知道我们这种生意人最讲究的就是伶牙俐齿了。接客的时候加个野字，这不显得我们门庭若市、迎来送往啊？阿拉甲神灯有没有？你也要阿拉甲神灯？为什么又要用野啊？在商品前面加一个野字，这不显得紧俏吗？对不起，阿拉甲神灯目前没货啊。没货。明天呢？明天也被预定了。这个野你又要怎么解释？就是被别人预定了呀。谁预定的让他退了？明天我来取。先到先得，这是我们的规矩。你们这儿的规矩是吧？嗯。可我的规矩就是，要么给我货，要么就你死。不要以为3界人都不敢动你，我就不敢杀你。杀了你，大家无非少了一个走私的渠道，没人会说什么。仙子既然喜欢，灯留下便是，何必这么粗暴呢？算你识货。哎，这个定金是定你的头的，明天拿不到货，提头来见我。师傅，你醒了。刚才我已经诚心诚意地向师徒君道歉了，而且呢，他也原谅我。哎呀，你真的做到了！为师只是随便的说了一下，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不过，他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有点瘦啊？师傅，你看这块石头，它的裂缝是无法愈合的。当它受了伤，它就会开始慢慢的变瘦，就像你说的一样，跟人一样，它也会伤心，它也是有生命的。阿弥陀佛，没想到悟空你的顿悟已经这么深了，师傅真的很欣慰啊。师傅，你想一想，咱们呢又是救人，又是干这个干那个，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所以啊，师傅，咱们必须把这些时间弥补回来，你说是不是？悟空，你也说的非常的有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呢，还是要把之前要的时间把它补回来。没错。那咱们现在就出发了，好吗？好啊，我们继续一路向西。走起，师傅。师傅，你没事吧？悟空啊，为师好累呀！听说你有72变，不如你变匹马让我骑一下。师傅，我刚才采花回来已经累成狗，现在你又让我变成一匹马给你骑，我很累啊。变马很累呀，那变驴呀？不会变驴呀？
那你还会变什么坐骑呀？不如变鸟。哎，说起鸟啊，为师认识一个仙人，他的坐骑就是一只大鸡呀，很威风的。不如你变只大鸡呀。悟空啊，悟空，你是不是不会呀？不会你就说嘛，没本事不重要，最重要是要诚实。你能不能不啰嗦？啊！我现在正在去要给你找一个大鸡，走开！路上小心呐！姐姐，你怎么在这儿？贱人，你竟然还敢出来见我！我告诉你，灵寺所有的活儿都我干的，害得我不得不下凡来找你，还害得我……你怎么了？算了，不提也罢。灯给我，我走了。哎，慢着，姐姐也要这个灯啊？你也要？你要灯干嘛？哎，姐姐，我遇到了我的真心人，我要用这个灯去找他。要是别的事我也就让你，可你是为了臭男人，我是不会让你去的。哎，哎，给我我的，我的，我的，给我，给我，啊！很贵的，我有办法了，我不卖了，我租还不行吗？你租几天，他租几天不就行了吗？给我，给我，给我！哎，你的，我的！姐姐干嘛一口一个臭男人啊？你被人伤害了？臭男人，移情别恋，见异思迁，忘恩负义，一边跟我你侬我侬，一边卷得所有女人，斑斑劣迹，人人都要诛之。给我！既然如此，我更不能让你去了。一个男人伤了你，你就要见所有的人。如果你去杀了他，你一辈子都忘不了。少废话，我更不能让你被男人所骗。他不会骗我的，他拔出我紫金宝剑，他是我的命中注定。你竟然为了他完成3件难事，若他骗你，那岂不是更伤更痛？不行，我就算杀了你，不能让你上他的当。这样，至少我们2姐妹都不是傻瓜。姐姐，哎呀，给我，给我！我灯碎了，就管完了。神灯，神灯，那个人在哪里？五指山。你们还是会付钱的，对吧？他弄坏的，找他。我看我要去五指山了。我才是要去五指山！哎呀哎呀，我才。哎，我回来了啊。哎呀，悟空啊，你回来了！哎，说好的大鸡呢，怎么就变成骆驼了？大鸟大鸡没有，就这么个玩意儿，你爱骑不骑，我不伺候你。你不是要骑骆驼吗？到底上不上啊？不上我还得赶路呢。施主，你这么凶干什么呀？你看这个骆驼，它好可怜，它都靠着你，它都哭了。你不如让它休息一下，喝口水，吃口饭啊！神经病！走，你骂得太好。说什么？一路走好啊！悟空啊，悟空，你不能让他走。你看那个施主凶神恶煞，明显是在虐待小动物啊！你快点去救救他。你看着我干什么？你别说话，你这个好纸就是话太多啊！快去救他！干什么又看我？救他！小洛洛，你走吧，没有人会欺负你了，你自由了。拜拜。拜拜，以后不要被人骑了，不要乱吃东西。那么啰嗦。悟空啊，你我师徒齐心，一路向西行善事，想来也是很惬意呀。解开枷锁，重获自由，应该才是最惬意。你的悟性果然很高啊，但是不要骄傲自满。这次我们只是救了一只小骆驼而已。是啊，以后还有更多的人等着我们去救。
对呀，还有大笨象。哎，你的话怎么这么多啊？来，起来了，我们该上路了。悟空啊，你饿了，不如你搞些斋饭来用啊。阿弥陀佛。是不是悟空啊？原来是二位女侠在切磋武艺呀，身手好棒啊！切磋归切磋，不要太认真，小心受伤啊！不像切磋，这是在拼命。喂，不要再打了！我先走了。悟空啊，悟空，悟空啊！真是可惜了。悟空啊，悟空啊，悟空啊！哎，悟空，你的嘴怎么这么油啊？是不是偷吃了肉啊？师傅，这哪有肉啊？啊？不过呢？我确实是饿，咱们吃饭。哎呀，不能吃饭啊！那边有2个女子打起来了。好啊，师傅，那咱们过去边吃边看。看什么呀？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恩怨，招招下毒手，处处要人命啊！赶快就要死人了，这么狠啊！那咱换个地方吃。哎呀，你让我太失望了！跟了我这么久，你不知道为师的用意吗？那你想干嘛？我要你去阻止他们化干戈为什么干戈？人家干哥哥打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呀，悟空啊，看来除了佛经之外，我还要给你补一下文化，化干戈为对。师傅，我其实是开玩笑，但是呢，你说人家打架是私事，对不对？我们俩去打扰人家不好。什么私事啊？都要出人命了，不是私事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来，快跟我去！你是不是一定要去？是啊。那这样吧，师傅，我呢护送你到那边，你呢过去好好跟他们讲一下你的大道理。悟空啊，我看他们举手投足啊，他们的恩怨不是2、3个道理就能化解的，是时候该你出马了。悟空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快点去，一定要化解他们的恩怨。这个东西我给你拿着，免得你出手不方便啊。师傅，等一下，你这有点脏。你好乖呀，悟空，快去吧。好香啊！有2名女子，不知道样貌如何，真是令人期待。娉婷妙娜，卓越多姿，仅是背影就能让人如此幻想。手如玉笋，细如葱瓣，这双手的主人一定秀色可餐。姐，你以为今天能杀得了我吗？那就看你本事了。怎么会是青霞？让他抓着，那我就死定了。等会儿，青霞，唐僧，这是个好机会。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子虐待小动物。走，动物它也是有自己的脾气的。你看它的表情啊，已经是很不开心了。它一会儿着急啊，
还可能会踢你。施主啊，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不如我带你去看大夫。我都跟你说了，不要虐待小动物啊，这可能就是报应啊。老兄，我让驴拉磨，你说我虐待小动物，我自己拉。你说我不会利用工具，你这样来来回回都80多遍了，你到底要我怎样？我只是想让你不在虐待小动物的同时呢，有效的。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你再说话，我死给你看！身体发别说，你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哎，悟空，哎呀，我对不起你，阿弥陀佛！哎呀，悟空啊，悟空，悟空，你干什么垂头丧气呀？你是不是去赌坊又输了很多钱？你是只猴子，你的脸为什么那么长啊？悟空，那2位女子呢？师父啊，弟子无能，我救不了别人，也救不了我自己。阿弥陀佛，看来这次要为师亲自出马才可以。师父，你不能去，那2个女子犯坏了，谁去谁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师父，你不能去啊，你会死的。风萧萧分，易水寒。是西呀，师父。你说的也对呀，你看悟空为师连这个诗都读不好的话，估计去了也就是死定了。还是你去吧。师父，弟子有一个办法，不知该不该？不行，没有不行啊，说来听一听啊。其实我能力太强了，一直以来都是这个金箍束缚着，但是我怕我摘了它以后，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就把整个世界……你说的也对，那还是算了吧，不要摘掉它。那行，那咱别救那2个女子了。不行啊，不救他们的话，他们会死的。我还是给你摘下来。师父，我舍不得。你舍不得，师父是自然的，但是佛祖说了，有舍才有得，要舍得呀。师父，怎么了？你别……师父，你摘了这个金箍，我如何做你的徒？悟空，不要闹啊！摘掉了金箍，你还是我的徒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师父跟你说过很多遍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你笑啊！师父，我是悲喜交加，你看不出来吗？哎呦，为师知道了，真是心疼你。好了，现在赶快拿着这个金箍去救人了。佛祖说过，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乖，快点去，师父在这里等你回来。去吧。是自由的感觉。你让我去帮你救人，做你的春秋大美梦去吧。从今以后，你做你的救世主，我做我的齐天大圣。
阿弥陀佛，这位施主，请问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大徒弟孙悟空啊？他是一只猴子啊，很英俊。哎呀，那太好了！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啊！我和我的徒弟已经约好了，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贫僧就在这里等他回来的。但是我等了好久，还是没有回来。不过不要紧的，就算你不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还是会等他回来的。那屁的味道很浓郁，看来你可能是消化系统不是很健康。消化系统不健康呢，就要注意饮食习惯。加肉啊！你是不是胃痉挛了？不如我煮个面给你吃啊！藏不住啦！是驴啊！不错，正是我。我已经盯你很久了。难怪味道如此浓郁。你看这磨坊，左边是客栈，右边是饭店，前面是驿站，后面是公厕。从前这里人流络绎不绝，什么样的我没吃过啊！阿弥陀佛。可是自从你这个啰嗦的和尚来到这里，人都吓跑了。不吃了你，我永远吃不到五花肉。阿弥陀佛。施主，你是不是脚痛啊？脚痛不要乱走，我家里有事，我先走啊。别跑！肠胃不好，你追我干什么？别跑！你追我也没有用，我徒弟会很生气。哎！阿弥陀佛，这是哪里呀？怎么这么大一张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呀！哎呀，阿弥陀佛，我实在不是有意的。然后我先想一想，我被驴子精追，然后我追到了一个坟地，然后我就掉下来了，然后还有骷髅坟地，我现在就走啊！有没有人啊？我是唐僧啊，我不是坏人啊，我迷路了，我想问一下路啊。那这个肯定不是床了，它是一口大棺材啊。哎，这是什么东西？软软的，很舒服啊！啊！鸡翅！啊！白骨啊！休息一下。收却收回，我的命就交在你手里了。放心吧，兄弟，你哥哥我一个劲头108000里，一定速速给你筹到医药费，好吗？多久？也就眼睛一闭一睁的功夫，好不好？又被追打了，可怎么办呢？上前站，借钱何必久等？姐姐，你我苦战几日，已经闹得五指山黄沙满天，日月倒转。我不想波及无辜，更不想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你就此收手吧。好。那你把紫青宝剑交给我，立即回天庭。你找你的负心汉，我找我的心上人，你干嘛要跟我纠缠啊？因为在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爱，凡事只有付出才能无悔。今天就算我找到了我的心上人，发现他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我也不会后悔。如果我这辈子都没有找到他，我一辈子都不会甘心。哼，你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你没被人伤过，不知道伤心的滋味。
等有一天你真正经历过、体会过了，就后悔没有听姐姐劝告。姐姐，你有姐妹情深意长，看来只能走到这一步了。青海无边，回头是岸。怎么回事？如来尊者，别打了！不好意思啊，用力过猛了。我是等他们醒来呢，还是……算了，师父有令，快去快回。我还是尽早宣布师父的法旨吧。青霞、紫霞听令，这里的我全部代指我师父啊。我允许你二人下凡，为的是让你二人感受人世间的人情冷暖，放下姐妹间的恩怨，化解仇恨，却不想事与愿违，仇恨越来越深。今日一战更是闯下大祸，扰乱人间。时至今日，只有将你二人卷作灯芯，共用一具肉身，今生今世无法再与对方为敌。王公，你们醒来要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留张字条吧。阿弥陀佛，贫僧啊，实在是不应该因为二位的外表而感到惊恐，实在是太失礼了，罪过罪过。不如这样啊，我们握握手，做个好朋友啊。阿弥陀佛，罪过我。哦，原来你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古墓里面是靠吃白骨身上的腐虫来维持生命的。白骨也是因为你吃掉了它的腐虫，所以才保护了自己。你们这样子互相依靠，惺惺相惜，实在让人感动啊！这世间众生的生存真是坚强又神奇呀！阿弥陀佛，善。哎呀，我看这副白骨身材娇小，估计生前也是一个柔弱的少女。
估计在这古墓待的时间已经不是1天2天了，也不知道世间呀还有没有人记着他。不过不要紧，我来了。人呐，活在这个世上，无论他生前是什么身份，无论生前干了什么事儿，到最后都会化为一具白骨。如果贫僧今天走不出这个墓穴呢，贫僧也会化为一具白骨。但是不要紧，化为白骨之后，有你，还有鸡居陪伴，估计也不会很寂寞。只不过在这个墓穴里面生活的话，肯定会有蛇虫鼠蚁来骚扰我们，而且会堕入无尽的黑暗当中。不要紧，我们有大家陪伴呐。今日你我相聚，也是一种缘分。贫僧今日一定要与不好意思，贫僧今天一定要将你度化。祝你早日转世为人，脱离这无尽的黑暗当中。阿弥陀佛，南无地藏王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关愿。帮你再编一个新的，好不好？来，好。这一下，1、2、3，喜欢吗？来，给它戴上吧。